欢迎光临。今天嘛，老师撒样来特别的来啊，爷爷是阿婆呢。我爷爷是一位慈祥的老人，这那阿婆啊，老撇巴的，一位都要撇巴的，慈祥只拿着的老人，路基都要撇巴的。我爷爷是一位慈祥的老人，我爷爷是一位慈祥的老人。回家是一边的。今天爸爸来接我回家。今天今天啊，爸爸阿婆啊来接我来接嘞，只能够回家，一边没来接嘞。今天爸爸来接我回家。老师是谁呀？不呢？老师像妈妈一样爱我，像我生度的，谁呀生度的，阿妹呢生度的，一样爱我，嘟嘟，我吃的。老师像妈妈一样爱我。以前是一些弄啊不呢？那里以前是一所小学，一所的教么呢？小学木拉人的教撇的，那里一地嘛？以前一弄啊，所以是撇巴的一所小学，木拉人讲撇巴的，那里以前是一所小学。听嘛了，老师，老板听家别嘛，老师那回头的嘛，他比较先了为吧嘛呢，拜拜。